江哥，2016年我想去珠海買層樓，請問你認為推薦邊度好啊？我會先推薦珠海鄉鎮龐家灣板塊啊，因為呢邊將來會有深珠通道嘅加持，未來係有發展趨勢嘅。另外呢邊亦屬於高新區，有眾多高新企業同埋人才，亦有海景同埋情侶路，總價100出頭就可以上車啊。咁200左右就可以買到山海森林氧吧嘅城市溪谷，都係比較唔錯嘅樓啊。第二個就係推薦近口岸嘅觀辰同埋西澳灣畔，適合需要經常去澳門嘅朋友啊。咁佢呢邊嘅地段、商業同埋交通人氣都非常之成熟啊。去澳門只需要行路就可以到達。咁佢呢啲地段嘅位置就算你唔住都唔使愁呢個出租嘅問題。第三個就係十字門同羅錦啦，呢邊係適合追求呢個景觀靚同埋經常往返澳門、香港嘅朋友啊。因為佢嘅南灣大道可以直接到達呢個口岸。我仲會推薦呢個航空新城啦，因為航空新城核心區入邊有3個新樓：粵海、金灣府、興甲芳陵。咁呢3個新樓喺核心地段入邊現樓只有粵海啊。咁粵海依家係屬於航空新城入邊價格最低嘅新樓，總價100起就可以買到3房啊。咁佢呢邊嘅生活便利配套都非常之齊全。依家入手嘅位置可以講係相當適合啊。如果再等落去到時只可以買到附近嘅樓花。第四，我仲會推薦去睇斗門啦。咁喺斗門睇樓商業品質高嘅屋苑咁就係五洲家園啦。佢嘅得房率非常之高啊，裝修標準達到4000蚊一平方，可以講係一步到位啊。買幾張床同電器，仲有啲日用品就可以直接拎返入住，而且佢嘅口碑都非常之唔錯啊。咁如果你嘅預算仲想低啲嘅可以睇呢個湖心新城或者紅旗鎮啦，因為佢哋嘅生活圈差別都唔係好大啊。咁視頻結束之前，你話你想嚟珠海呢邊睇樓買樓，唔知道自己嘅預算應該買邊度，可以直接點擊我頭像發珠海睇樓，我會幫你量身定做一個珠海嘅買樓方案。咁我係珠海嘅江哥，一個唔會讓你買錯樓嘅地產佬。